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的，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好，大家就同好色茶吼，阿群妹我没强用，我知道吼茶伫俺哋东方人的文化真经系当重要，唔单止老人家连后生人，大家就同好色茶。古时候大家行到台湾的街路上，吃到青岛的店的系乜嘅？我唔错，就是我们讲的手摇店，呀，还有上瘾啊！日头冻来的时间，天冲就会来一杯手摇杯。啊，假使讲喺天时冻人的时间，咪爱来一杯小小的手摇杯。古时候呢，其实茶对俺哋台湾的文化当重要。今日咪爱来同大家来分享，有这个手摇茶，爱同大家来分享哦。细细格格来分享今日节目第度的来宾，欢迎做茶人家的老板，欢迎子和分享。大家好，我是子和，今日同欢喜来到俩，和大家分享内地的茶米。好，分享子和来到节目当中哦。那我一位来宾啊，是俺哋云国市有机茶园的老板，欢迎云泰国分享。大家好，我是来自龙潭的云国市，真欢喜来到两位老大家分享，是吗？好，分享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吼，一开始有讲到这个子和，你是这个手摇茶店的老板，但是你知道，在我们印象当中的手摇店，你知道满街都是的那种手摇店，今天到底就是邀请手摇店的老板来，要跟大家讲什么？你们家的手摇店啊，你们的手摇杯，同配啥人呢？有乜嘅无共用？哦，因为奶茶店是开到龙潭，那龙潭早期是茶乡，一直以来都传统茶乡。哇，那我们主要有推东方美人茶、18号红茶，然后白鹿红茶。那我们店里面就是比较用龙潭在地的茶去做变化。哦，龙潭在地的茶米，就是你从在这个茶叶一开始，它的可能种植啊、生产就已经在龙潭的亚洲素材大部分。唔像前一步的，有到新闻上有看到啊，什么，比如说有一些手摇茶店可能会用一些越南的红茶茶叶啊，可能就会有一些，比如说农药呀，还讲一些落叶季的一些疑虑，对不对？对，所以子和你们家的茶大部分都是用在地的茶叶来冲泡的，然后也是一样是有手摇茶这样子。对。好，古时候出题呀，茶以外呀，唔单枪茶听听哦。其实，其他的还有那个以后来之后很奇妙，怎么会在手摇店卖的饮品叫做养生汤？哦，我们里面有个养生系列，是因为我从我爷爷开始都是做汉药店，汉药店中药嘛，那我们就是用一些中，因为现在跟茶叶一样，像年轻人比较没有时间坐下来冲泡茶，那养生东西也是这样子，没时间煮啦，没时间煮，那我们就是我们帮它煮好，方便。对，所以养生汤是比如说有哪一些种类的养生汤？我们看甜食哦，像雅哈就是莲子汤，银耳莲子汤，因为它清热解毒嘛。对，韩国很甜的时间，很甜就是有时候会有，比如说罗汉果茶，罗汉果茶跟骨血联动吼，还有黄芪养生汤。黄芪养生汤，那这个是就是不定期推出，是不是？对，因为就是照季节嘛。哦，古时候看哦，唔单枪这个做茶人家唔单枪有茶火色听听，还有养生汤，根本也没贴片带耶，就是懂，这个是最当季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银耳莲子汤。我们讲那个平民燕窝。平民燕窝，那你说它的胶质也很多。银耳莲子汤，所以它就是白木耳的胶质。所以其实像这个，除了银耳跟莲子之外，这样熬煮大概要熬煮多久的时间？可能要2-3点钟。好划算呢，因为煮很久的那个泡木蜜啊，那个吃起来它就会非常的顺口，它胶质才会出来所以你说这样只要煮2-3个小时这么久的时间，按你这样会煮都按你肉绵绵，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莲子跟外面吃的应该也不一样。我来试试看。
啊，没有莲心，有些吃得到莲心的很苦。它糖也是时间够久，它糖会入味。哎，对耶。那为什么一般外面有时候我们自己煮的时候，莲子都没有糖的味道呢？因为时间不够，它糖没有让它吸进去。其实这个很简单，就只是工多而已。对，所以你说很简单，但是工多，但对于一般人来讲，像俺呀，他是上班族，我回家就给你吹都会洗，真的是没有空花2、3个小时煮一碗银耳莲子汤来喝。像那甜食，你有的就这样，因为上班就买一碗当午餐吃。因为正餐可能吃不下。因为甜食太捏嘞，鼓手就讲究吃一碗，然后又对身体很好，而且它其实没有很甜，虽然它是入味的甜，可是它整体吃起来不会按你既甜，就像你在喝甜点一样，不是那种很甜的感觉。因为我们是用冰糖。冰糖的甜比较不会那么死甜，对，而且冰糖的成本其实比较高，对，所以味道好，还够有空间有用神，按用的这个养生汤，唔单枪养生汤，还有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甜的时间听说爱了一杯冰凉凉的手摇茶，这个是什么茶？18号红茶。18号红茶，我们一般印象中的18号就会想到日月潭的台茶18号，就是那个茶吗？品种一样，台茶18号，产地就是龙潭。哦，念了龙潭没有种台茶18号是不是？是。龙潭乜嘅時間開始有來種呀台茶18號嘅部分？早期就係因為長安高粱廠啲倆推廣奉茶部分，基本就當到市中嘅地方啦。譬如講早期嘅日月潭，基本有4種，北期面有4種。其實北期面有4種。有基本當佢推出一種新嘅產品嘅時間，基本就是全省各個茶區去試種，看起來適制性好嘛。比如說你的中低海拔，然後高海拔，適合嘛。那當時就認為係921嘅關係，所以佢啲振興產業嘛，所以就啲日月潭嘅地方，把台茶18號嘅紅玉啲個地方讓它發光發熱。那其實我們北部地區在很早的時候，茶葉改良廠的總廠也就在我們的楊梅嘛，哈，那就在安陽隔壁，啲個地方種嘅品質讓非常的優良啦。其實因為客家人當到都帶到山區，這種丘陵地，其實丘陵地當到素材都懂適合種茶。我說大家去到客家中，沿着台山線走下來，會發現超多茶廠，超多茶園。對，鼓手念了龍潭沒有來種呀，這個台茶18號。對，那子和可以依你就是在做這個手搖茶飲的經驗啊，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台茶18號紅玉這個品種，喝起來它的味道跟其他的紅茶有沒有什麼不一樣？因為我喝到它有一個天然的肉桂跟薄荷香，肉桂跟薄荷香，然後因為它茶底也比較渾厚，所以我們來做奶茶。做奶茶，就是現在很流行的奶蓋茶，然後甚至加蜂蜜，它都有不同的香味。哇，所以其實你在用了一種茶之後，你也會想說要怎麼樣的去變化它的味道搭配，怎麼樣搭配會比較適合，對不對？但是其實我家下啉一杯茶，當好色，當香，韓國有冰冰涼涼，唔過我有一個問題，呀哈睇搞啲 Noble 是手搖杯啊，其實都會加糖，就是要有黃金比例，所謂的黃金比例，唔過啊，人家茶就是真的完全的無糖的茶呢。這麼跟人家茶會無糖，那就會盡量建議那個客人不要加糖啦。因為要茶暗後，你加糖然後會喝不出它原味。對，因為茶它的甘甜度你會被糖蓋掉。對，會被糖蓋掉。韓國人做的同大家分享，阿全問人，去加色茶也係色咖啡，這兩種飲料我不喜歡加糖的原因，是因為我吃到加糖以後跟米稀就會唔健體，就會不一樣，而且我覺得在舌頭上會殘留那個舌苔的甜度的味道，然後就會分心我在那個品嘗茶的享味。按你講有錯嗎？
对，古时候啊，大家假使讲有机会说到好茶，迄建议大家唔是假同诶，好好去品尝，好好去设计嘅美食，对不对？那其实云泰国跟子和你们的关系是合作的关系嘛？云泰国起家妹有了种茶，还是我自己本身出入出来港茶人，然后制茶。然后后端的包装行销，哦，中茶、制茶到后装包装，就是一条龙就是了。古时候你去个第两坛中茶，中的品种差不多有几多种？目前有4、5种茶，4、5种品种哈，长兴太胖啊，再就做个东方明银，最多的产量的这种最好的茶墙嘛哈。韩国俩刚刚讲的台茶18号红玉哈。还有台茶20号的银香，还有有牛奶香的金萱，台茶12号，目前就种了有4、5种品种了。那其实除了茶人方面呢，工作上就尽量来做啦。我就反正做到了下来，因为我就跟很多然后其他茶农就啲无马穷让做讲，我就跟很多有机栽培的区块。哦，其实啊，我用有机来种茶，唔系咁简单的事情哦，还有当到其他的故事，我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再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又转到富起来嘅，我系阿權妹。今日阿權妹好，我同大家來分享啲台灣啲涼談。我幫大家食健康又食清涼嘅好茶哦，同大家來分享。家下好，雲大哥要同大家講吼，佢有種茶，韓國佢有種啲涼談菜體嘅茶，有種4種，再個同大家講一下係哪4種品種嘅茶。目前我哋就比方有長興太胖啦，就做東方明銀茶的原料啦，哈，對，長興太胖，長興太胖，台茶12號金萱，金萱，韓國料。金萱大家比較常喝的方法是烏龍嗎？金萱改個做法，還是紅茶也可以？最早期其實會做包裝啦，就會做清香啦，就帶一種奶香味啦，你係最早期的啦，你轉到你下來是東方明銀茶原料變到講長興太胖嘅料無按多，變到講你下做東方明銀茶家，要拿倆台茶12號嘅茶牆原料去做東方明銀茶。冇錯，你剛剛講嘅金萱咩要拿來做台茶，東方美人茶就錯嘅。我哋第3種做嘅倆台茶18號啊，做紅茶嘅原料啦。然後第4種做嘅倆台茶20號。台茶20號。倆種做嘅係做烏龍茶為主啦。烏龍茶。像剛剛子豪有講了，白露嘛，白露的它就台茶17號，你係將來頭人地區，甚至全台灣地區，係把飲料茶主要的大宗的原料。所以嘛，該講佢會係將來啲台灣飲料茶主要的原料。其實呢種茶佢做成培養家呢，就叫產量大。問題佢製作適製性就講所有的茶廠然後茶農，佢對適製性冇清了解。韓國呢變到講當時基本的生產的茶葉的基地的青年農民一直外流，造成飲料茶的市場是突然崛起之後，變到講你愛買現成的還快啦，利潤呢還好，單價就還便宜，但是呢。經過按度事件的發生，然後發現講，還係按台灣自家生產，自家有茶葉基地、生產基地，按容易來講更安全，更穩固啊。就你不會有期貨的問題啦，或者說你有傳奇的問題，影響到你台灣茶葉的單價的波動。對，按容易。古時候啊，其實菜體茶係有佢嘅優勢的。古時候 information 我來問一下，就像我剛剛講嘅，台三線幾條行下來當到茶葉，當到種茶嘅茶器，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上來涼談佢種茶佢嘅優勢到哪邊，佢嘅體型啊，又係佢嘅內質。涼談佢嘅優勢係乜嘢？第一個佢係丘陵台地。
它是一个台地啊，而且加前年的一个红土地，它的地质不容易，地质不容易流动，就没有松动的问题，而且稳固。另外一个，它可以形成以后的平地茶园，因为它对，这是我们以后要推动一个大量的机械化的一个耕作茶园，因为青年冇赚来，你要想办法用办法，你的青年农民赚来，佢看得到希望，告诉我。继续喺啲路边奋斗22K，他讲来赚来上下从纸盒安样自家做条架，又做得有稳固的收入啦哈，因为我们再过去22K， 跟你青年农民就愿意回来了，因为你用机械取代了你人力的操作，可以减少人力的体力的支出。汉摆係有可能啲龙潭苗在手才会有比较大规模的平地的机械化耕作的。喂，然后呢，桃园市政府吼呢。近年啊，也大量讲有安尼必要啦，来推广呀平地茶的，因为安尼清可惜的做按当多的休耕的田，就去田哦，但是清平又清苔，问题就冇水，因为你要供应其他的园区的使用嘛，所以你水量会限制到。该加是讲你要的改种茶人的时间，给便利机械化采收，那青年农民又愿意回来。那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茶叶基地更稳固。哇！哇，原来我安尼，我从来冇想过台湾有一日可能会有机械化种茶的一种的方式，因为头摆就会知道种茶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可能你的种批，你的师太人家都很伟大，他们都很吃苦耐劳，都很努力的，当然就是弯着腰在那边榨茶。不过后上人可能那唔好，不过呀哈，假使讲有这种机械化的可能。未来是有机会的，係有希望嘅。有。故說咩想云太哥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一開始有講到你種茶係用郵寄嘅方式來種，郵寄嘅方式來種茶會遇到乜嘅困難冇？其實啦，我哋從最早期嘅一般慣行嘅作業啦，這次做到後尾做嘛會跳到有機栽培了的區塊，就講當時我不看的情形呢，就講這個剛茶人，這個做，但是做茶哦，給挺辛苦的人面就講，你是頭愛做茶人些菜蔬轉了，然後按部頭下做茶，做到天光，天夜可能12、3點鐘啊，停定又愛準備去採茶，去摘茶，所以人休息的時間差不多2點鐘到3點鐘的時間。該經過按樣提點人身體的透支，經過睡眠之後，人嘅體力透支會非常的嚴重，而且我就認為講，既然係按樣那我就做茶人吃茶是最多，就是講半成品，其實到成品過程至少我就24次到5次以上。點到你去假設懂。對，所以講，譬如講我籌備做嘅茶，準備來試嘅時間講，是講籌備一條曬有辣毛，然後晾茶晾有辣毛，嗰啲經過按樣嘅時間，我就試嘅量最多嘛。咁所以我就講，後面做的講。減少農藥，所以我就出去經過上茶改場的一些課程，結果想講轉來以後第2天就要革命。其實印象嘅更單純啦，就講我木屑肉嘅煮好，當我木屑肉嘅就唔會有殘留嘛，唔會殘留對我們身體就沒有害處。問題後面發現是什麼？你不噴藥，但是蟲害很多，那就最大的問題點啊，就人家假使講你做採前斤的茶。該底下存了300斤，你個生活怎麼辦呢？對，那這是一個最大的考驗。那目前經過我哋按多年的實驗啊，韓國實際操作的過程中，我哋發現到個其實有相對的一個技術性的養成啊。你看沒講金幣糖豆有機甜味就會做，你看這個是太冒險了，太冒險。有一個技術性的轉移啦，甚至說你要省學一些基本的功夫。然後帶到你的茶葉的基地，然後去按照養你的土地，先養土地，對，養土地。老奶肉較好的，會本地較營養、較健康的。古時我哋家看有一種相片，係人茶葉的相片，哎呦，地都臭臭的呢。倆做嘅我轉來倆10個人地位度哈，我龍潭採地期嘅當農民講。
你人爸爸妈妈讲吼，到底牙后生的要讲赚了10个年，到底无限嘛个吼？逐摆早晨头去看到了茶人那蒙眼，你暗暝去看那蒙眼，茶入啊臭乱动，跟人都对中华卫就暗涌型的现象，就讲像俩龙潭根本都草皮开始落水吼，你见天二生也无落水，呀二生也的过程伫要都茶人伫要欠水，所以呢外头出流臭。所以你刚刚讲茶人都当到臭的人，就讲佢臭会保水嘛，降温嘛。臭，基本有等于都在撑阳伞的感觉，帮茶树撑阳伞啊。那茶树佢冇办法讲啊，条件啊，这个树下了冇办法，所以佢就啲个详细就本种都该，所以我哋利用种臭的方式，流臭的方式，然后它都给达到的环保的作用啊，减少用水，减少日晒，还有古说啊，你看其实云泰国对呀茶非常的了解，佢每就想加入就机会结来问一下，去到那边呀，假使讲我去托茶、托好茶，先用外国人来看，一般人去做的名喺度嘅早嘅嗰種茶味，應該用嚟看怎會客確聽講佢係好茶。哦，其實哈，你也做喺嗱，你常常講嘅裝備你喺講嘅，就講。基本上唔看見外觀，要清修。清修來形容茶葉。清秀啊，怎麼叫清秀？就譬如講，像你紅茶嚟講，就講基本上夾喺均勻度、亮麗度，要有啦。但是講看起來愁容滿面，咁一定唔會好。第一個營養不良，第二製作工序面有問題。所以講看起來，它整體上很平均、很均質，顏色上很亮麗，基本上，基本上给它品質都不會太差啦，哈。就話以外觀來看，像那東方明眼茶面，你看起來佢當潤啊，佢唔會看到講太入，細入，啊冇就按看起來像漏修的感覺，看起來就很亮麗、很清爽的感覺，讓你看起來很舒服，這是基本上外觀的選擇。古時候對外表湯來看，就是很重要的一個重點，就是均質，係托茶味嘅呀，很關鍵的這個優良哦。先休息一下，等下還有較多故事要同大家來分享。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嘅，我係鍾意群阿權妹，加上一段哦嘅雲泰國要同大家來分享嗬。我用嘅對外國人來看茶味好，也係唔好，也係我同大家來講，泡好嘅茶呀茶味，咩做得看呀茶嘅品質咯，對不對？那雲泰國同大家來講一下，呀泡好茶呀茶味啊，我用嘅看張地講嘅品質好，也係唔好。第點嗬，做做咧菜價嘅。葉底哦，就講你可以看到泡開來嘅茶葉，第一點，加個茶葉嘅一樣吼，泡起來均質、均勻度夠不夠？大葉、小葉會不會很平均？這是第一個。對。那我就講，佢會有茶光嘛？茶汁有茶光。對，而且會不會很長，或者說特別不一樣？太長也不行。太長不行，太白。如果是東方美人茶，現在你拿的是東方美人茶，基本上它有一定的長度，它不能超長。不能超長就是了，像按呢。哦，古時候設備茶味咩做得來分，給兩啷個一種。係鳳茶哦，你看到個鳳茶泡出來，係有骨頭，一道個茶罐茶基那就表示講哦，兩隻茶品質上沒有完全的精緻過。那我們消費者在買茶的時候，你一定要買到精緻茶。你不要買到毛茶，毛茶就是冇精緻過、冇脫過，喺底部都可能有一些雜質，或者說有對啦、麻類啦，或者講佢茶廣青豆啦，那個就講它有沒有再次的烘焙過？再次烘焙，對茶葉的保存，茶葉的保存就講佢經被脫過的時候。現在過之後，就講篩選過之後，其實第二這個再次烘焙。你買到的是毛茶呢，所以當當一個我做嘛買咗一啲過年個當飯一泡出來講，你啲人話隔壁食的米西門對嗎？年人如果你買到毛茶，那你如果保存不良，又再加上買到毛茶，你的顏色就會變，味道會不好。古時候啊，唔管係色的呀，係糟的，其實均質都是很重要的一個泡茶味的一個要點，對不對？它糟的然後色的很多，你用吸氣的方式
闻它的味道，如果它闻起来味道是很舒服的，那基本上茶叶不会有多大的问题。哦，湿的跟干的都一样。原来是按呢，古时候你看啊，有按用心种茶的人提供这个茶叶的来源给子和，本子和做出按到某 Q 的茶米，阿 Q 某又做得来生茶了。现在我手上压笔，它叫做胭脂红茶。胭脂红茶，好好听的名字哦，给用的一种茶。其实传统的那个我们卖的茶叶没有这个名称，是我自己帮它取的。它是我们东方美人茶第一遍是手采1心2叶，它第二遍基碱茶，我们叫2水茶嘛。2水茶，我们用基碱过的嘛，基碱过的。对，然后那它的发酵，东方美人茶它其实还算是乌龙茶。乌龙茶，对，它是偏熟茶的一种。对，那胭脂红茶算是红茶，就是它发酵度更高。哦，又再更熟一点。对，所以它的风味就不一样。感觉韵味含较重，韵味更重。对。那东方美人茶我们一般讲碰红茶，它是有蜜香。碰红茶亚哈雅诉松亚比就会碰红茶有蜜香。为什么它会有蜜香的味道？它是被那个小绿叶蝉叮咬过之后，它做那个它的自然的那个发酵嘛。很香哦，真的哎！东方美人茶不愧是烹缝茶，真的很烹缝，有没有？茶米设起了会有蜜香味。那跟胭脂红茶它是手果香，它是一个手果香味。不一样，所以韵味是不一样的。你看呀，是呀，清纯粹的茶沫，同沫啊，该不够你喝起来就会有一种很享受的感觉，很舒服，就是已经不单只是喝饮料了，已经到享受的阶段。但像还有案内哦，我觉得子和他还非常的有创意，真也还有想人家的为形象法、形头呢，他还把创意融入到这个茶饮里面，给我们也带来变化的茶，而同大家来分享而本阿 Q 妹来生，像我手上这一杯，它叫做醋坛美人。是，为什么叫醋坛美人呢？因为我们一般那时候我想是，我们讲东方美人，那东方美人来讲就很多招蜂引蝶嘛。好酸呐，闻起来很酸。他又爱吃醋。对，那刚好我们龙潭有产有一家那个蜂蜜的那个厂，它有出一款蜂蜜醋，然后我这样搭，很融合。对，所以我第一次。然后茶米同样吃 Q 它来结合做 Q 它，而且这样子喝起来其实它也是很健康的，对不对？然后没有甜味，蜂蜜本身的糖，蜂蜜本身的糖，因为它是蜂蜜醋，对不对？也是在地的，在地的蜂蜜醋结合菜贴东方名饮茶，变成这个醋坛美人。尬斯贡甜食冬叶啦，就会稍微加一点点酸味，对不对？在茶里面就觉得很舒服，很好喝。单像按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罪恶感，但是阿 Q 妹感清好哎，这个是什么？我们叫18号盆栽。18号盆栽，因为它上面就是有那个放巧克力粉嘛，Oreo 巧克力饼干的粉，对，然后这一层呢，奶盖也是你自己打的吗？对，自己打的奶盖，然后底下是就18号红茶，18号红茶，所以它是茶加奶盖加上巧克力粉，那阿 Q 妹就来色了。这也太满足了吧！但是好好喝哦。我想把18号红茶放在茶杯里面，把茶叶放杯子里，茶园放到杯子里面的概念。茶叶放在杯子里面。对，就把茶园放在杯子里面给你。茶园放在杯子里面，你看一笔，就会一种。茶园在你的手上，茶园就在你的手上，然后你吃下去又吃了到那个茶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厚，而且你还吃到东东不会吃到这种奶盖茶，其实奶盖的味道会有一点盖过茶米西，但是你怎么做到的？竟然没有让奶盖盖过茶的味道？其实这就是我们讲18红茶的特点，它的茶底因为它是大叶种的红茶，所以它茶底的味道就本身就很强烈。对，所以我觉得，所以我是讲说，我们台湾本地的茶不会输给进口茶。古时候用好茶做出来的茶吃研就好吃，唔但像按呢，假使大家想要去龙潭搞，杭州得去请那个云泰狗搞，去请你撩，对不对？其实你们家的茶园是有做体验课程的，体验 DIY 活动。有，我哋在最基本的摘茶哈，韩国实际上来参与做茶。
我哋都有按叫按体验课程，体验的那个，因为前几年17号，你没有啲茶人行就举办按用的制茶 DIY 啦。那来茶友里面呢，大家搞专业都当欢喜哦。问题就讲我哋咧很想，这个开发就行嘅就讲来茶园拔草。来体验看看，来茶园通帮草，来感受讲嘛个，除了摘茶之外，平常回到最基础的原始的耕作方面，就讲来参与帮草的感觉。到底咧帮草迄面就讲像大家讲的，是不是真的？汗滴禾下土啊，来感受一下，像假设讲像那30人土可能会40土会田野，你看实际上来参与了耕作制茶的时间，你的感受讲，海外买茶，你的感受会更深，而且你会选更有品质的茶，而且会珍惜。对，唔会讲便宜煮好啦，而且你会想讲，我要珍惜这个当下。唔错，原来係安尼。阿權妹今日吼，真正了解到，其實啊，龍潭咩有東口東有這類茶，韓國有暗號的這個手搖茶的商家，本大家做得說到暗空天。故說啊，分享大家有限的時間去龍潭前嘅涼茶了哦。今日神夢涼茶來到節目當中，謝謝。每神夢各位觀眾朋友會收看，愛記得聽錯愛食，對人身體好，對人身體健康的茶，按你這樣做得說到清涼又說到康健哦。神夢大家愛收看，休息一下，停停運動欣賞來做運動了。